台也未来，青菜都起价咯。昨的平均价每公斤63块8，是这5年来上贵的。就算价小悬，民众也是抢咧买。台南阁有民众要去超市买高丽菜买无，怎走去海产摊讲要买青的高丽菜，头家嘛是袂好意。三刀市风台就要来啊！今日全台湾拢放风台假。 民众一早起就出门前往传统市场买菜，是讲菜价起价，大家拢就无奈。像这样子的叶菜类会比较贵一点，那如果是那个根茎类的，好像就比较好。葱跟一包辣椒就要100多块。台北农产公告的平均价格，今日虽然青菜的购汇量减少，也毋过风台来买起减少，价小平均伫52块8。 盐果粽大家抢买买菜，平均的价小来到每公斤63块8，加前一个交易日来比差7块钱，价小甚至创下5年新高。桌顶接款的汤丝菜，每公斤将近100块钱，前一天的价格甚至来到800。 加一个月前的价小，实在差真多。如果没有台风比的话，可能会涨2到3倍啦。对啊，它的比重很多啊，所以我们都只能薄利一把，赚个2块3块。青菜贵33，也毋过民众也是想要买，尤其是大家上爱食的高丽菜，也毋过即摆想要买，除了落地啊爱有够深，骹手嘛爱切美粒。7月底开辟风台造成的损害，和高丽菜价小一直降袂落来。 即卖三刀子风台又过来呀，想要买，阁无一定买有。台南有一间海产摊就分享讲，有一个熟悉人客到店内讲要买高丽菜，伊了准讲是要买菜高丽菜，结果人客讲，因为超市的青菜拢已经卖了啊，所以是要买青的高丽菜。 也毋过即卖高丽菜价小，一粒就爱破百，民众无一定买落。就是高丽菜现在贵的时候就不要买。对啊，几天不吃没有关系，还好啊。现在就是会超过100多块，就要换别的。风台影响到青菜的价小，消费者较俗的青菜，恐惊也够有通等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